大家好，我係沖繩，歡迎收睇沖先生嘅頻道。今日我哋又嚟更新一下美伊戰爭，同時會為大家講一啲關於以色列嘅故事噶。咁呢一場由美國同埋以色列聯手侵略伊朗嘅戰爭由2026年2月28號至今已經4個月噶啦。咁關於美伊戰爭嘅始末、伊朗倒台對中國嘅影響、伊朗拒絕世界援助嘅原因、伊朗可以對以色列下狠手嘅方法、俄羅斯可能喺後方營救嘅假設，再打落去特朗普嘅損失、美國被逼上談判桌、伊朗嘅6條警告同埋最後武器、美國點樣將中國拖入呢個戰爭泥潭、用亞伯拉罕協議討好以色列嘅停戰曙光、特朗普嘅生死豪賭，乃至解釋點解大家都唔睇好美伊和談嘅美伊恩仇錄，都有片講過噶啦。咁我唔喺度展開啦。早前以為美伊戰爭有停戰嘅曙光，因為美伊雙方都釋出咗和談嘅信號，甚至係約好埋地方，互相公佈咗準備和談嘅消息。但係結果以色列攻擊黎巴嫩，和談暫停。美國暴跳如雷，特朗普痛罵內塔尼亞胡。6月19號，曼斯接受紐約時報嘅專訪嘅時候就點名痛批以色列嘅國家安全部。曼斯話以色列900萬人口，唔可能靠殺戮去解決所有國家安全嘅問題㗎，亦都唔可能一味依靠軍事猛攻咁樣去處理地緣矛盾。伊朗再次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畢竟只要伊朗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油價就會下跌，美國嘅通脹就會跟住跌，而特朗普嘅中期選舉都仲有希望會贏。所以特朗普可謂不惜一切咁樣要將呢場戰爭停落嚟，令到海峽解封。咁特朗普到底有幾不惜一切呢？我哋睇翻美伊諒解備忘錄就會知道噶啦。就連美國紐約時報都話特朗普輸咗。為咗令到幾個月前本來就已經開放嘅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啟特朗普係承諾包括3000億美元嘅重建計劃啦，解除對伊朗嘅制裁，同埋解凍伊朗嘅資產。3000億美金到底有咩概念呢？係相當於太空總署大約12年嘅預算，又或者略低於全球經濟體排行第50嘅芬蘭舊年嘅國內生產總值。咁最後美國同埋盟友俾唔俾，俾幾多，而家真係冇人知㗎。但係明顯美國嘅讓步幅度非常之巨大。伊朗亦都唔傻啊，今日知道你嘅弱點，你係咪真係可以乜嘢都唔做就全身而退呢？咁如果個和談按照呢個預期進行嘅話伊朗絕對活得比以前更好。畢竟特朗普為咗中期選舉，都唔可以話唔作出犧牲同埋讓步。咁最後喺各方嘅調停下，成功會談啦，並且同意喺60日內達成終戰路線圖。而直到截稿前呢一刻嘅消息亦都指，霍爾木茲海峽通航量恢復至戰事前近60%嘅水平。咁當然啦，呢份和平嚟得好脆弱嘅啫。哪怕係以色列輕輕一個動作，所有嘅事情可能就會歸零，談判亦都會馬上告吹，所以都仲係靜觀其變啦。最近有一張網上嘅截圖流傳，係嚟自一個美國嘅討論區㗎。事緣有一位網友發問，佢話中國嘅地咁多，可唔可以俾以色列人入去住呢？咁當然答案肯定係唔得㗎啦，要住都要去美國先啦。3億幾人住咁大笪地，文化又相近，仲要係盟友添。不過歷史上真係出現過幫助以色列、對以色列有恩嘅國家。咁至於佢哋嘅下場係點呢？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開始之前都提提你，記得撳右下角紅色個掣去訂閱我嘅頻道，撳埋隔離個啷啷揀全部，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嘅更新啦。關於我嘅紀念品網店，可以去翻我嘅網站 chongstockco 嗰度了解。而影片簡介同埋片尾都有唔同嘅方式同埋社交平台去聯絡我或者支持我㗎。唔阻大家太耐啦，我哋直接進入主題。今日分享嘅內容係整理自一篇網絡文章，作者係一個壞土豆。以色列從來都係恩將仇報嘅。話說有兩個民族對以色列係有恩嘅，一個就係波斯，亦都即係今日嘅伊朗。咁喺公元前586年，巴比倫帝國攻破耶路撒冷，徹底滅亡咗猶太人嘅王國，燒毀咗猶太人嘅第一聖殿，將幾萬嘅猶太精英、工匠、貴族全部強行擄走，帶到去巴比倫做奴隸。呢個就係歷史上嘅巴比倫之囚啦。咁喺以後嘅幾十年，猶太人失去咗國土同埋信仰中心，顛沛流離。而喺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國居魯士大帝率軍滅咗巴比倫，掌控咗成個中東地區。隨後居魯士頒布嘅詔書成為咗改變猶太歷史嘅關鍵決策，就係無條件釋放所有被俘虜嘅猶太人，允許佢哋自由翻返去故鄉，歸還翻巴比倫掠奪嘅聖殿金銀聖器，
並且官方支持撥款俾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第二聖殿。可以話喺古代嘅歷史上，只有波斯主動去幫猶太人復國，去重建佢哋嘅信仰中心。正因為呢次嘅救命之恩，聖經呢將居魯士稱為上帝嘅受膏者，亦都係歷史上唯一一個俾猶太人封神嘅外族帝王，令到喺波斯統治嘅幾百年入面，幾百萬猶太人安穩咁樣生存。咁但係以色列係點樣回報伊朗嘅呢？暗殺咗佢哋領袖、科學家、將軍，轟炸佢哋嘅國土，一次又一次咁樣侵略佢哋，恨不得將伊朗由地球上面抹除。而另一個對以色列有恩嘅呢，就係阿拉伯人，到處都喺度驅逐猶太人嘅時候，係阿拉伯人俾以色列安頓咗落嚟。喺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之後呢，阿拉伯世界秉持包容嘅理念，接納咗大批逃亡嘅猶太難民。嗰個時候歐洲各國全面封禁猶太人，禁止佢哋定居、從業、生存。而阿拉伯半島、北非、西亞嘅阿拉伯國家呢，敞開大門收留咗走投無路嘅猶太人，俾佢哋居住權啦、生存空間同埋宗教自由，允許猶太人保留自身信仰、習俗同埋族群體系，令到瀕臨滅絕嘅猶太族群呢得以安穩紮根、延續血脈。喺長達上千年嘅時間入面呢，阿拉伯人俾咗猶太人最後嘅生存空間。喺阿拉伯強大嘅時候，冇對佢哋有種族仇恨，亦都冇驅逐迫害，係猶太人喺黑暗歲月入面最安穩嘅避風港。尤其係二戰前後啊，當時歐洲納粹掀起咗極致嘅反猶行動，成個西方世界都緊閉國門，拒絕接收猶太難民。喺呢個時候，係一眾阿拉伯國家敞開咗懷抱，北非同埋中東嘅阿拉伯各國大量接納逃亡嘅歐洲猶太難民，為佢哋提供避難所同埋安居嘅地方。其中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五世更加係公開庇護境內所有猶太民眾同埋外來嘅難民，想辦法保住10幾萬猶太人嘅生命。喺嗰個時候嘅阿拉伯世界，冇歧視、冇驅逐，包容並且接納咗走投無路嘅猶太人，為瀕臨滅絕嘅猶太人族群延續咗關鍵嘅一口氣。咁樣呢，先至有咗之後嘅以色列啫。咁但係以色列點樣去回報佢哋呢？大家都知道噶啦，就係趕盡殺絕。所以千年歷史嘅真相就係波斯、阿拉伯兩大民族先後喺絕境入面拯救同埋庇護咗猶太人，係以色列嘅救命恩人。但係以色列稍為有翻少少實力呢，轉個頭呢就恩將仇報，邊個幫過佢，邊個庇護過佢，佢就針對性咁樣打壓邊個，殺戮邊個。今日見到不斷為內塔尼亞胡求情，以美國嘅資源去保護以色列嘅特朗普，咁耐以嚟不顧一切咁樣偏袒以色列，無條件為以色列兜底，頂住全世界嘅輿論壓力同埋戰爭風險，幾乎將美國嘅利益捆綁咗喺以色列嘅戰車上面，換嚟嘅就係內塔尼亞胡一直都諗辦法唔停火，去犧牲特朗普嘅中期選舉，甚至係有機會令到特朗普被彈劾同埋入獄嘅。呢啲種種恩將仇報嘅行為，有冇少少熟悉呢？諗翻起當年奧巴馬極其清醒，堅決以美國國家利益為先。2015年，奧巴馬執意去推進伊朗核協議，哪怕內塔尼亞胡公開走到去美國國會演講，激烈反對，怒斥協議係歷史性嘅錯誤，瘋狂咁樣施壓同埋干預，奧巴馬依然寸步不讓，堅決推行美國外交政策。最後以色列無論點鬧都好，對住奧巴馬一啲辦法都冇。奧巴馬將以色列當做一隻棋子，而特朗普呢就將自己活成咗以色列嘅奴才。兩個人一對比之下，可謂高下立見。好啦，嚟到片尾嘅問題時間啦，你哋又認為美以伊戰爭會唔會就今次嘅會談順利完結呢？如果會嘅話，最後又係點樣完結嘅呢？美國同佢哋嘅盟友又會唔會對呢3000億美元履行承諾呢？戰爭一旦停落嚟嘅話，內塔尼亞胡嘅結局又會點樣呢？解除制裁同埋封鎖嘅伊朗、以色列仲有冇翻身嘅機會呢？美國喺中東嘅勢力又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失衡呢？歡迎留言區度發表一下你嘅意見。你哋讚好同埋留言互動會令到影片更加容易被推送噶，所以千祈唔好吝嗇你哋嘅意見啦。咁要講嘅呢就係咁多啦。中意條片嘅朋友記得幫我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加入會員每個月1杯咖啡嘅價錢就可以支持我哋頻道繼續營運啦。而喺 YouTube 影片嘅右下方仲多咗個 Thanks 按鈕俾大家支持呢條影片嘅製作。我哋下次再見，拜拜。